若准讲你介意阮的节目，欢迎订阅、试赞、甲分享出去哦。大家好，这是创啥会艺术教室，我是阿翔。伫咧遮你会使听到这个台语艺术教育，也有一寡我伫咧分享的故事。今仔日咧要来甲大家分享啥物咧？顶一回阮就是甲大家小解讲，创啥会艺术教室伊即个名称的由来，也有啥物叫做创啥会精神。今仔日咧就是要来甲大家分享讲，有啥物款的形象会定定出现伫咧创啥会艺术教室的空间，也有影片内面咧。第一个就是要甲大家介绍咱的 logo。毋知大家有看过无？就伫咧遮，伊是一种动物，一种鱼啦，应该小可看会出吧？就是灯笼鱼，嘛叫做安康鱼，所以台语就念做安康鱼，为虾米迄时阵会经这种安康鱼来当做创啥会的 logo 咧？就是咧设计时阵，我都有咧想一寡元素，我想要放伫内面。第一个我最直觉想到就是要有一拍电火，迄度亲像讲啥物，咱的灵感共款，伫咧头壳内面叮安尼拍开的感觉。过来第二个是讲，因为创啥会伊是一种，就是一个探索的精神嘛，探索精神其实就是咧讲。就算你毋知未来一定会变做安怎，但是你嘛愿意去试看觅。所以这个试看觅咧，伊就是有一种伫咧无讲足清楚的现状之下，你去行出迄一步。所以我就咧想讲那即两个元素要甲斗做伙，会是啥物款的物件？所以我就想到安康鱼的迄落形象毋知大家有看过安康鱼伊的模样无？其实伊毋是生了就好看的啦，因为伊是一种伫咧深海内底的动物，伊面相就歹的但是我甲设计较古锥一寡因为迄时阵就是想讲安康鱼伊是一种伫咧深海内底的动物嘛，所以伊需要透过伊迄拍电火，才法度去找到伊的食物，去饲饱伊家己的腹肚。这度拄好甲创啥会精神有小可相像的所在啦。就是伫黑暗当中，你想要去找到满足你家己的一寡物件，毋管是代志嘛好，毋管是经验嘛好，等等啦，迄就是你爱向前去行出迄一步嘛。都亲像有一拍电火伫头前，伫咧甲你遐咧甲引迄条路，你就行向迄条电火拍过来所在。但是倒转来看，就是有当时我倒转去看讲，因为我开始做即件代志，开始做一件对我来讲有意义的代志时阵，我会去思考讲，我是安怎开始的？虽然定当去想拢会发现讲，迄个安怎开始其实拢是一个戆大啦，但是你去当去看，你就会感觉讲，这个过程安尼行来是安怎的一回事所以就亲像安康鱼共款，伊有一拍电火帮助伊去食饱伊腹肚，但是你爱去想就是迄拍电火其实是你互你家己的，就亲像讲伊这对脚这边安尼存出来一拍电火所以。虽然伫黑暗中，但是永远有一拍电火会去帮你引出一条你想要行的路，所以就鼓励大家勇敢去试看觅，所以这是咱的 logo 的设计的一个故事啦。过来第二个定定会出现伫咧我的影片内面的形象，毋知大家发现无？就是这位小姐毋知大家知影伊是啥物人无？伊是一位墨西哥的女性艺术家，就是伊叫做弗列达卡罗。我做介即位艺术家啦，拄好有一位朋友知影，所以伊就送我即尊，所以即摆伊伫我的教室内面，就敢若亲像公妈的存在，伊就踩咧一个足重要的位置。虽然我遮无新名听，但是我就是会感觉伊互我伫咧创作头顶有足大的做这精神的启发啦，我即摆就。简单小概毋知大家有看过伊，也是讲，看过伊的一寡作品无？
当然你无看过伊啦，因为伊人叫无得咧吼，听过伊啦吼。弗列达卡罗伊其实是一个做伫咧创作头顶，这我感觉足坚强的一个人。为虾米咧？因为伊本身伊的身躯其实无啥足方便的，伊自细汉骹都无好，嘛有出过最严重的车祸，所以伫伊一世人当中，其实一直咧开刀。即嘛变做伊的作品内底定定会出现的一寡形象，就是伊的骹、伊的身躯可能会控石膏，也是讲绑一寡炸弹，都敢若咧讲伊随时咧面对伊身躯的一寡无爽快，也是讲即个无爽快其实足大影响到伊家己的生活，但是伊甲即个无顺利的所在，也是感觉人生足坎坷的所在，你甲转换做伊创作的一种能量，伊的作品实际上嘛真正有影响到讲，人会对伊的作品会产生共鸣的原因嘛是伊甲这足深入的痛苦嘛好，感受嘛好，转换做一种伊的作品的表现伊人生嘛足坎坷啦，就是大家有兴趣你嘛会使去了解伊的故事啦，就是我一直感觉讲伊有互我一寡力量，伫咧创作头顶，就亲像伊虽然伊这模样，感觉大家看会出，伊就是一直咧阮这食料，就是一种坚持创作落，就是嘛是提起我是提起咱大家，你若有一寡想法，就爱继续做落去哦。好以上就是我创啥会艺术教室内底定会出现的，较定会看到两种形象啦。伫咧遮分享互大家。阮今日的分享就先到遮，我是创啥会阿香，咱另会再相会咯，再会。